1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長沙灣愛華大廈一個321尺兩房嘅單位。愛華大廈位於元州街493號，喺1978年入伙，樓底高大概8尺半，個廳大概係11尺乘以8尺半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呢間房大概係7尺半乘以7尺，咁喺呢一邊或者係呢一邊都可以放到4尺半嘅床。窗外景觀，另外一間房都係大概7尺乘以7尺半，咁呢邊就可以放到4尺半嘅床。窗外景觀，洗手間，最後就係廚房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